想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话，心痛一摆一摆惊。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 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边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 遐尔多人，大家想法拢无同。若是要硬要分石头因去做，又搁牵涉到管理的问题，这明明都会趁钱，人换人做也无得甲讲趁会着钱。所以我即马搁安怎分，人一定会认为讲无公平。但安尼是要安怎做才好？ 拢总是我的，大家拢莫本来唔知要偌好。是啊。姚正义，是我主管。主管，这样嘛，哪会搁遐尼严？是毋是有进步的消息？唔是啦，我是要来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蔡奇亚搞这不良帮派已经去互警方公破。 而且警方抓到足侪不良分子，上界可惜的就是这个乌龙去走去。根据线报，伊可能会来南部。伊若是来南部，一定会来找伊。希望你甲阮警方合作，对你有好处。无啥物代志，我先失礼。 一心的心，拢总去，拢总去。阿爸，昨暝迄电视新闻报讲吼，迄蔡市仔搞迄不良帮派，已经叫警方走去啊咧，啊乌龙山就无对叫走去啦。 即马警方哦，才在咧通知伊哦。知啦，知啦，这我有看啦。安尼代志对咱来讲哦，就好办啊。阿爸，啊若看你安尼，敢若无啥欢喜哈？迄乌龙这种通缉，啊农会派对咱来讲，就无啥物威胁的条件啊。你敢无听哪咧讲？必告跳墙。以前用明的来，咱都无伊迄法度啊。哎，即摆若搁暗仔来，敢搁要参详的伊介绍？ 阿爸，你甲想对好个去啦。警方即摆正在通缉乌龙呢，啊，一定会将咱这个所在哦当做重点的所在啊。乌龙若真正敢出现哦，绝对无法度逃过这个警方的逮捕的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啊，乌龙这个做伙若除掉，啊，而且计划就当顺利进行啊。安尼对咱来讲，毋是好处真济。歹讲。唉，我早就讲过。 上好是莫有兄弟人出插手啊！只要乌龙若是对咱无威胁啊，正义对咱来讲，就是无利用价值。
啊，准若有啊，也是有限啦。准伊也是一粒大石头啦。大石头若是无路用吼，上好是甲塞落去溪坎。也毋过一时若无注意吼，嘿嘿，大粒石头是会电死人呢。今仔日啊，我要主持代表会啊，会甲农会派、甲乡镇派遮接触着。我来看伊的反应安怎，再来决定看要安怎对付准伊啊。这要对阮姨啊？若是有必要吼，我绝对袂软心。你也着爱甲我共款。准伊也是一粒大石头啦。大石头若是无路用吼，上好是甲塞落去溪坎。也毋过一时若无注意吼，嘿嘿，大粒石头是会电死人呢。姨啊，文成，你来啊？姨啊，你早起看到报纸无？迄个乌龙去用通缉呢？我知影，昨暝这管区的主管就甲讲过。文成啊，你若巴肚枵哦，灶骹还有泡面，你家泡一下啊。免啦，我食饱。姨啊，我是咧想讲，乌龙这个麻烦无啊？应该分互乌龙这份，姨啊，你应该接起来啊。我应该吼，无人甲讲我才对啦。文成，你是将我当作甲乌龙共款是？无啦，姨啊，你莫误会啦。我是咧想讲吼，你为阮代表派费尽心血，搁规划土地代志，这嘛是你应该得的啊。姨啊，你听清楚，我今仔毋是替恁代表派人做代志，我是替我家己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无啥物意思。当初我是想讲惊乌龙来伤害着你，所以我才会答应讲替你想办法。我毋知影。我嘛知影讲你一定来找我对付乌龙，迄是因为恁知我甲乌龙是同甲头兄弟。恁一路面惊我，一路面想要你，根本你都毋是真正伫尊重我嘛。你莫误会啦，你听我解说。你毋免解释，趁钱的感觉真好，互人尊重的感觉佫较好。这是我出来做兄弟所要追求的。也毋过我即摆已经退出学社会，我即摆是一个边缘的人。我即摆真正才体会到，做一个边缘的人，共款的是需要趁钱，伊才有法度通来渡山道，伊嘛是需要人来甲尊重啊。你将遐三派人大家讲互好势，大家若肯合作，我保证大家会当趁真侪钱。我希望讲因以后对我的看法，也莫甲我当作讲我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老板。弟啊，只要你会当互大家趁着搁较侪钱，互大家心口口好，我相信大家对你的看法会改变。我也希望讲因大家手切也悬，我一条通去。姨啊，阮丈人拄仔要主持一个代表会啦，利用这个机会甲大家解说参详。我咧想应该是无问题才对啦。毋过，那亲像姨仔你所讲的，趁钱的项目遮尔济，若大家到时阵要捡好趁的，安尼总计真歹分哦。用现金分毋是真好，用现金，伫计划书内面我也写清清楚楚，我要来成立一个管理顾问公司，大家做伙谈，大家做伙分，安尼毋是真公平？无我甲这资料摕倒来阮丈人看。准伊啊！你叫伊找金宝转来好无？我知影金宝即摆离家出走，我冇接你，我就错，我拜托你别提钱，我袂开，我拜托你，我甲过得安难啦，好无？老师，你较冷静一点，慢慢讲啦。我已经足冷静的啦，我甲这个后生囝，伊老三都拄在我要哪活落去啦？老师，金宝，
拢嘛去台北，这件代志只有俊杰才有法度。俊杰，伊到底偌侪钱我会予伊啦？你问伊啦，好无啦？老师，我相信吼，俊怡应该真正唔知经过伫对啦，这毋是钱的问题。这哪不是钱的问题啊？但这个是放票嘛，讲条件同人讲啊。俊杰敢讲真捌真正这样绝情，真正要插上伊地拢无用啦。老师，你若真正要安尼讲吼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甲你讲下去。我知你个俊杰困难你面前，你该感动，你莫讲讲忘记，你惊害我，你惊害我，忘记不害我，你今日见不到害我，我害我，我你害我，操妈回来！阿斌，阿斌，来！哎呦，阿斌，你不要紧了我啦！哎呦喂！老师，假使你也认为吼，俊怡已经知影金宝伫对，安尼你就去找伊讲，真歹势，我真正无法度吼，甲你斗相共啦。你无会无使啦，你规地下拢放弃我去啦！金宝。妈妈一直无法度食，无法度困。伊即马心情较歹，我代替伊甲你回信礼啦。不要紧啦，我知影你若买的心情，你紧去找伊啊。安怎啦？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你即马拄仔有心，也毋过囡仔体无啥稳定，尤其你有年岁啊，一切拢爱较小心的。下晡你着踮遮休困，暗时再回来吼。医生啊，按规药丸先袂当咱大鼻工啊啦，吼，你是安怎？你放心啦，免紧张啦，你转去较细腻就好啊。啊，紧张一下，好刚才无代志的。阿爷，啊，我足忝的，我想遐困前，你先等顾掉。哎呦，店嘛要用讲伊，我通遐陪你啦。唔免啦，我想要一个人静一下，你先等去。啊，无安尼也好啦，无我用下来甲你接转去啦吼。啊，你啊好好休困啊。喂，哦，文成哦，嘿，英啊，遐尼紧就联络好势啊。文成，我看这件代志哦，我莫出面啦，啊，你着拜托恁丈人，将我的客户数影印一下，分互因大家去看。啊，这代志才叫恁丈人出来主持啊，我看应该是无问题。你放心啦，我有迄个信心。好啊好啊，我等下等你好消息，吼。安尼我的计划已经完成咗。腾哥，腾哥，阿碧啦。哎，等下，你要创啊？我是，哦，我是来要甲你买饼。啊？你干那要来饼尔？毋是要专门找阮来比来啊？拢有啦，拢有啦。腾哥，阿碧人走得了无？啊，无滴的，无滴的啦。做啦，做啦。腾哥，莫安尼啦，你莫生气啦。啊无你的饼嘛卖我，我买我就走啦，吼。你就是要买饼？
好，baby，快去这边边跟你讲，来你看。你去讲哪个？我要对总兵甲你讲啊。大地铁一个啦，小地铁两个。来弟，等下，你是安尼闹搞？大地第1,000呢，这地第500呢，安尼管2000啦。这哦，替阮下日来找医药费啦。哎，安尼啦，咱的会场结束啦吼。卡叔各位若是无意见吼，拄则咱开会决定的代志做来进行，吼。安尼好吼，无意见咯，无意见，好，安尼散会，吼。好。安尼，顺见，感谢。哎呀，麻烦你，多谢。哎，你干？还行，感谢啊。打手枪。想袂到代志真顺利啦。为啥？爸爸今日食到这份，我今仔去讲一句真正心内话。阿爸，到底什么话？看你安尼这脸认真。我今仔日要承认，我会使吼，对恁二兄真袂当过啦。我拢甲伊看电台，我一直认为讲伊有野心啦，会用这边的开发，这土地开发这利润甲这好处吼，会全盘独吞去。想袂到我一看伊这开发计划书了，我的心内煞感觉真正见笑。阿爸，代志过啊就好啊。上届互人放心的，就是讲三派人拢会当接受到阮二兄的建议啊，成立一间顾问公司，共同投资管理，请会计师来，照这个公司的制度行，小北完全公开。因嘛拢同意讲要请二兄做这个总务的顾问，来监督，安尼就好啊。文姐，你应该哦，爱向你二兄先好应酬。这社会学是万底深的，比你这个硕士伫咧学校所读所学的还佫较深。你甲想看觅，准义啊计划书中提出一句话啦，敢若简单的一句话呢，就互三派人马心服口服。阿爸，到底是倒一句话，我倒拢无感觉。哼，讲甲你，准义啊，伊讲公司若趁100块啦，这三派中甲各派就分33块，甲总共欠99块呢，剩的1块才算伊的。实在是一部真深的心理剧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喂，哦，文成哦，嘿，真是的哦，哇，那安尼真好啊，文成，恭喜你哦，嘿，哦，你请我做总务顾问，哇，这我来考虑一下咧，文成，顺便替我甲恁旧人说点多谢。阿妹啦，因兄我是走去倒，是讲无伫咧好，即马甲阮阿妹啦解释落去，规山嘛伊都会了解。
是讲要转行我较早，我只是想要靠我家己趁钱。拄则陪伊，敢若是做伊。哎呦，迄无话无目屎无情无义人，伊哪有可能来看你啦？啊！哎呀吼，伊迄顿药房安尼甲伊拆拆电话，要互你食安胎，啊已经抓好了，有人就会啉好。哎呀，也是你想听讲。哎呀，唔听伊，会听啥物啦？多谢。这个做苏头，我是咧创啥？避免换一个高中无必要的老母啦。文成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你伫遐吼，只是较软做，较会晓安尼想空想芳去趁钱啊。像伊这种落寞吼，一点仔气质都无呢，佮你哪会啥比？气质，哼，气质无大概2点钱啦。我就要将我二兄当作对手，但我赢过伊，我绝对唔甘愿的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予干，唔通留半滴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